大家好，我哋今日呢段視頻會淺傾一下香港嘅由來。講到香港嘅由來，相信好多同學都會以為香港歷史嘅開端係喺1841年英國人嚟到香港嘅時候。但係有研究人員喺香港嘅南丫島發掘出大量嘅出土文物同人類活動嘅遺跡，咁樣足以證明早於6000年前，即係新石器時代，已經有居民喺香港地區居住。咁香港呢個名稱又係點嚟嘅呢？事實上，香港地名嘅由來一向都係眾說紛紜，至今仍然未有定論。不過，其中一啲講法得到好多人嘅認同，我哋喺度可以探討一下。據講，香港呢個名字本來係明代至清朝初年嘅一個小港灣嘅名稱。呢個港灣就係現今位於香港仔海灣內嘅石排灣。石排灣有條香港村，村內仲有大約建於清朝初年嘅香港圍。至於記載香港呢一個名稱嘅歷史文獻當中，時間最早嘅係明朝萬曆年間，即係1573年至到1619年嘅一本書，叫做《粵大記》。書裡面有一幅廣東沿海圖，就係大家而家見到嘅畫面，當中竟然記錄咗香港而家仍然沿用嘅地方名，例如香港、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嘅地名。唔知大家而家能唔能夠喺畫面中揾到呢啲地名呢？另外，亦都有一個講法，話香港因為泉水甘甜，所以就叫做香港。喺1853年8月出版嘅中文雜誌《夏將冠真》當中咁樣寫：溪澗紛紛噴流山泉，極其甘烈，香港必由此得名。不過，最早嘅講法係1843年8月出版嘅英文雜誌《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嘅講法，當中係咁樣寫㗎：香港 Fragrant Streams 本係該島南部一條小溪嘅名字，外國人將其作為成個海島嘅名稱。唔知喺眾多講法當中，同學又相信邊一個講法呢？除咗香港名稱嘅由來，我哋仲可以探討下過去嘅香港屬於邊一個郡縣，由邊啲地方官管理。我哋根據而家位於九龍嘅李鄭屋村漢墓嘅文物推測，香港地區喺秦漢、三國同埋東晉初年共500幾年，都屬於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嘅地區。最有力嘅證據就係李鄭屋村漢墓嘅墓磚上刻有番禺大智力、大吉番禺等銘文。至到東晉咸和6年以後嘅1200幾年，香港地區就先後屬寶安縣同東莞縣管轄。但係到咗清朝道光21年，即係1841年開始，英國逐步佔領香港地區。之後喺1997年之前，香港都受到英國管治。今日關於香港嘅由來嘅探討就去到呢度，我哋下一個課題再見，拜拜。